张特助，动画集团作为顶尖集团，为何幕后掌权人从未露面？此次动画集团公开招标对清水村的开发建设，是否与 CEO 的身世有关？张特助，焦特助，请你回答一下。焦特助，焦特助。董事长。董事长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清水村商圈招标已顺利结束，中标的是安心集团。清水村位置偏僻，等商圈建起来了，对乡亲们也非常方便。董事长，商圈落地并不难，但是要给全村人免费改建别墅，成本恐怕不会少。阿琛被乡亲们推荐成了乡官，一心想干成事业。乡里乡亲们对我也非常照顾，我的预算是没上限。倩倩，你说安心集团是怎么想花这么大笔钱打造我们这种破村子？管他呢！阿琛，趁村里人还没发现，赶紧把他们宅子地骗到手，先更捞一笔。放心吧，林安那个蠢女人这些年不少帮衬村民们，只要她同意，那帮傻子都听她的。阿琛，难道是我看错了吗？林总，清水村项目施工队已经入场了，前期工程拨款2000万。中华集团是全球顶尖的财团，对于我们安心集团来说至关重要，务必要做。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大家过来，是不是要在公司住一辈子？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，这好不容易才拿下东华集团的竞标。我不管，我的阿安呐，为什么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？你是不是没有用心在找啊？奶奶，难道我就不想妹妹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把安心集团做到行业顶尖，就是想站到更高的位置，好让妹妹看见，找到更多的资源，好找到妹妹。我也把悬赏金提高到了5000万，但这么多年5000万不够，那就再加5000万。我的阿安一天不回来，我一天都睡不好觉。林总，老夫人，在这次清水村的调查中，有人说见过小姐的玉佩。清水村，奶奶，我正好要去清水村调查一下施工的情况，您等我的好消息。不，我要亲自去接我的安安回家。吃饭了，吃饭了，吃饭了！来了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！看今天的菜都是新鲜的，可好吃了，不够吃可以再添啊！哎，大海叔来了，这还是红豆汤老样啊！自从我老婆生病之后啊，她胃口一直不好，唯独对你熬的红豆粥情有独钟，味道跟别的店都不一样。哎，多来点啊！来了，哎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哎呀，你每次啊都给我盛这么多，我心里明白，你是我那口子生病了，特意照顾我，谢谢啊。没事儿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想喝随时来啊！等我们这个医院建好了，到时候你就不用老带着你老婆跑新城了。是啊，这个安心集团真是大机会，老板真是好人呐，谢谢啊。老板，这娘们把人都抢走了，这没生意也不能怪我呀！来来来，他妈敢抢老子生意，我看他是不知道这工地姓啥。多亏了林安，这工地食堂一份炒青菜要卖30-40，多吃点我们哪吃得起啊？就是啊，这活多又催得紧，多亏了有你啊！是啊。哎，
一个都说什么呢？啊？食堂既然安排了饭不吃，那别他妈吃了！你干什么？林总，沈老夫人，这里就是清水村了，施工区和员工休息区就在这儿，咱们可以步行过去。干什么？这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啊？走，咱们进去看看。干什么呢？我他妈跟你说什么？来，给我砸！不是你这个人，你怎么这？你搞不过他。他不就是个厨房卖饭的吗？你们怎么都害怕？能在工地承包食堂，肯定都是有关系的。他跟监控的苏倩倩是表兄妹，这次施工负责人都是苏家的。那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啊！有钱王八大3倍，小地方就是这样。你以后再让我看见你在这摆摊儿，我跟你在那扯犊子，给我打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好，你别着急，我去看看啊！哎，别！哎，苏老板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哎呀！咱还说你他妈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在这叫啊？瞪我？你再瞪一下试试！以后再让我看见你在这摆摊儿，我他妈见一次砸一次！还有你们都他妈给我听好了，以后谁要是敢不按规矩在食堂里吃，被我抓着了，我不仅让他卷铺盖走人，连工资也别他妈想拿！苏老板，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吃食堂，只是那饭量它又少，价格又贵，我们负担不起呀。就是呀，上个月工资一拖再拖，到现在还没发呢。给我查，2000万的工程款是进了谁的口袋？竟然连工资都发不起。是，想要钱啊？可以呀，不过你们都在他那儿吃，我可1分钱都没有赚。不如这样，你们把上个月食堂的开销给我补齐了，这样工钱自然也就结了。我们都没去吃，怎么还要钱呀？就是食堂给你们做了饭，你们自己不来吃，那我这水电煤气油盐酱醋哪样不要钱啊？你怎么能拿他们的辛苦钱给你补开销呢？你怎么跟我老大说话呢？苏老板，您看这样行不？我上个月工资3800，您扣一部分，把剩下的钱给我。我老婆还等着钱买药呢。你倒是精明，上个月你老婆买药，这个月他老爸下葬，那都照你这么干，我这生意还做不做？老板，算我求你了，求你大发慈悲，把我们的钱还给我们吧！哎呦，大海说你快起来，这种人不值得跪，快！妹子，你别拉我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我赵大海这一辈子都没有求过人，可是我老婆的病他拖不起了。安妹子，你是陆远琛家的婆娘？表妹跟着姓陆的搞上，我要是把这姑娘给她办了，那她岂不是欠我个人情？老东西，你有福了，这工钱我可以给你，只要他跟我到后边给我爽一爽。他伺候我伺候的越到位，我给你结的工钱就越多，怎么样？哎呀！臭娘们儿，你敢打老子！老东西，看来他是不想帮你呀。你就是个畜生！你这么张狂，也不怕上面知道吗？上面？哪个上面啊？
啊，我小舅子苏海荣是项目总经理，你们尽管去告我看最后谁吃亏。除非你们能直接告到安心集团老总跟前儿，可惜呀，你们就是一群臭干苦力的，连安心集团大门都进不去，还想告我？老实待着去吧。行啊，你刚才说的话我都替你录下来。我记得安心集团上周刚组织了巡查组，专门查此类案子。既然你想出风头，那我就帮你一把。巡视组有这么回事吗？老大，我不知道呀。啥也不是。不要以为给我胡扯出一个什么巡视组，我就会怕你。好，不说巡视组，这整个清水村的项目都是东华集团组织竞标，我记得东华集团严令禁止腐败。到时候别说是一个小小的苏海荣，就算安心集团的董事长来，也保不住。吓唬我？想跟我撞？好啊，我今天让你们都走不出去！来呀，给我拖下去！别！放手！住手！不是，你们谁呀？有他妈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安心集团项目巡视组组长林百川，我们接到有人举报说你克扣伙食、拖欠工资，特来调查，通知法务部按流程查证追责。是，把他带走。别抓走！我知道错了。那个，我把钱马上补给他们。哎，我知道错了，别找我，组长。各位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们安心集团绝不允许贪污的事情存在。拖欠你们的工资，今天之内补发。太好了，我老婆终于有买药的钱了。这姑娘看着又机灵又善良，我的安安要是还在的话，跟她的年纪应该也差不多大。啊，幸好你知道巡查组的消息，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被他们欺负到什么时候呢。安安，喂，啊，她也叫安安。小川，快，查来她的信息，看她。是，好，来，我马上去查，您别激动啊。妈，回来了。哎，好，来，赶快坐。倩倩，这是我给你泡的红枣枸杞茶，补气血的。谢谢阿姨。哎，等等，远琛，拿着衣服赶快给擦擦。倩倩这衣服一看就不便宜，别弄脏了。好。哎，好，走。倩倩，你这第一次到家里来，我呀给你准备了红包啊。你这肚子里啊怀的是我们老陆家的大孙子，这钱呐，你买点喜欢吃的水果，好好补补。阿姨，就这几个钱能补什么呀？等这些房子拿到手啊，你孙子别说是吃水果了，就算是山珍海味，那也是跟家常便饭一样。你知道，这村里的人呐，那都精得很。要是让他们心甘情愿的把这房子卖给咱们，那可不容易。这万一到时候闹起来，我怕……那我不管，我爸说了，别墅的项目批文过2天就下来了。这事要是办不好，这孩子呀，也别想要了。我可不想孩子生下来
就跟着你们一家人受罪。好，倩倩，别瞎说，你放心，等安安回来带头签了字，村里面那些乡巴佬肯定也都签了。啊，对，他们呀都听安安的，只要我儿子开口，他肯定答应。哎，这还差不多，拆迁队明天可就到了，你得抓紧时间呢。我已经打电话叫他回来签字了。就算是为了咱们的孩子，我也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办妥的。我绝不能让你和孩子受委屈嘛。宝宝，你说爸爸说的对不对啊？阿琛，你这么开心叫我回来做，你们，他是谁？安安，我你好，我是安心集团下派的项目监工苏倩倩，我爸是安心集团的项目总经理。你回来的正好。苏小姐啊，是来咱们家谈项目合作福利的。谈项目需要靠这么近吗？安小姐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。阿琛好歹也是清水村唯一的大学生，没想到老婆倒是小家子气，满脑子就是男女那点事儿，倒显得我呀跟阿琛多说两句话都不清不楚了。我和阿琛马上要结婚了，我多问一句也是合情合理，反倒是苏小姐说话夹枪带棒，有点太没有边界感。安小姐5年前来清水村定居，为人和善，风评很好，和清水村现任村长陆远琛情投意合。此次村里的别墅改建项目就是他在牵头，都是实在的好孩子。小川，你之前不是说去会与当地人沟通的？啊，对，奶奶，那个陆远琛啊，熟悉清水村的情况，又是村长，所以啊，交给他负责再适合不过了。通知人事，清水村的项目交由陆远琛全权负责，事后奖励50万。是。这周是哦，听说安小姐每次摆摊都会免费送红豆粥。奶奶，这粥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不是红豆粥，是糖粥。你看，这白粥上淋了红豆糊糊，还撒了桂花。这就是我们家乡的做法。你是说？他是我的安安，他是我的安安。痛不痛啊？好在是伤到胳膊上了，这如果伤到脸上，女孩子家家的，那可怎么好呢？小胖这被我打得更惨，他竟然敢骗我，以后我见识教育以后呀，不管是在外边受了欺负，还是受了委屈，你首先告诉奶奶，奶奶会给你撑腰的。奶奶，你对我最好了，等我长大了也要对你好。哎呦，好，奶奶呀，陪着我家安安长大，然后呢，嫁个好人家。哎。哇，这个粥好好喝啊！喜欢喝呀？那好，奶奶教你怎么做，好不好？好。他就是安安，我要去见他。快，备车去找刚刚那个姑娘。是。好了，消消气。苏小姐呢，也是为了对接工作来的，被误会难免反应大了些。你知道，女性本来在职场就不太容易，最忌讳的就是这些捕风捉影的绯闻。
你体谅一下。阿琛，你总是为女性着想。不好意思啊，苏小姐，刚才是我冲动了，不在意了。哎呀，你看这现在说嗨就好了嘛，我还在这儿呢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呀，就是喜欢瞎想。这刚洗的衣服怎么就脏了？啊，这是隔壁张婶家的狗突然跑进来，哎呀，那只死狗把叠好的衣服全弄到地上，弄脏了。回头我来洗。好，既然事情都谈完了，我就不在这讨嫌了。我先走了。苏小姐慢走。哎，苏小姐，哎，我送送你。你妈怎么还给他包了个红包啊？你多劝劝他，多把钱留着给自己用。他把你拉扯长大，肯定受了不少苦。我以前主动承担你的学费和生活费，就是希望他可以松快些。你是知道他……好了，别老絮叨这些，心里有数。你还记得我曾经对你的诺言吗？当然记得，你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，等你功成名就的时候，就会娶我为妻。我有一件礼物想要送给你。礼物？婚前财产协议？安，你愿意嫁给我，和我共度余生吗？虽然我现在是没有很多的钱，但是我可以给你很多的爱。我不需要很多钱的，这个不钱也没关系。那不行，这个婚前财产协议呢，是对你的一份保障，也是我对你爱的证明，免得你像今天这样怀疑我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该怀疑你的。你真好，总是处处为我着想。那当然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明天的村民大会，我想让你帮忙动员一下村民们。安心集团的做的是好事，但是有些老顽固他们听不懂话，只要你说呀，他们肯定相信。好，没问题。哦，饿了吧？我给你留点红豆粥在冰箱里，先垫吧垫。我去园子里摘点茄子给他做饭啊。阿琛那么信任我，我也不该瞒着他。等明天村民大会上，我就告诉他我的身份。这个蠢女人，还真是爱惨了我呀！看都不看就签了。林组长，老夫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姑娘，你还记着我吗？当然了，之前多亏了你们帮我们工地的工友们，我怎么能忘呢？好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个呢是我奶奶，我们听说你做了红豆粥，味道啊很是独特，是你自己研究的吗？啊，我也不记得是我无意研究的，还是我自己在哪儿学的。反正我记忆中的红豆粥，它就是这个味道。这伤疤，这个可能是我小时候受伤弄的吧。我对我小时候的事情有点记不清楚了。那这些年错人的也不少，等查清楚贼人也不迟，免得空欢喜。
我有个孙女儿，和你年纪差不多，我一看到你就想起她。是吗？那我们真有缘分呢。奇怪，他明明在笑，为什么我却觉得他那么伤心呢？对了，明天我们村开大会，你们安心集团帮了我们清水村这么多，你们要不要一起来？就在那个村口那块。好，我一定去。她真是我的安安吗？奶奶，我马上叫人做亲子鉴定，您别急。小川，鉴定结果务必你亲自负责，交给别人我不放心。好，了解。哎呀，那边的绳拉紧点，哎，高点，高点！哎呀，太高了！对，你也高点。不是，你俩能不能拉平均一点？凤娟，那个昨天晚上也是拿了个单子让你哥签字，说是能分新房，这是靠谱吧？说话的，我大外甥都要回来，还能有假？远程可是给安溪集团要干大事儿。哎，你啥也不懂，你别乱说。哎，都是一家人，我问一下怎么了？别，嫂子，这话呀我可受不起。这当初你口口声声说我儿子姓陆，连个落脚的地儿都不给我们娘俩留。现在我儿子出息了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哎呀，这说什么呢，凤娟？那个以前都是嫂子眼皮子浅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啊，对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的是吧？哎，小妹，远琛现在可是有本事的，以后什么样女人没有啊？你可不能真让他把那个摆摊女人娶回家。怎么可能？他也配？我儿子呀，以后要娶的那可是安心集团苏经理的女儿。不怕告诉你们，人家姑娘啊，那肚子里现在已经有了。什么有了？忘了你妹妹说一声，心死。没事，我们在这闲聊天呢。哎，那个阿琛呢？你看大家伙都来了，他怎么还没来呢？啊，他呀，他说给你准备惊喜去了。惊喜？没想到这么顺利，林安那个蠢女人还真是对你言听计从。等会儿要是知道了真相，指不定多不亏。到时候你该不会心软吧？你放心，我心里只有你和孩子。兄弟们，等会儿进去之后啊，都听我的，我说拆就拆，别出岔子。是。安妹子，哎，真有大老板要资助咱村搞建设，这里头会不会有诈呀？你就放心吧，大牛叔是真的。哎呦，真的！好，我们老了不懂这些，那既然你都说是真的啊，那我们大伙儿就放心了。是啊，这就放心了嘛。姑娘，老夫人，我们来晚吧？不晚。大家如果知道你是安心集团的人，一定特别激动。而且您来了，刚好给大家吃个定心丸。哎，阿琛，各位乡亲父老，感谢大家这些年对我的照顾，我一直都铭记在心。现在终于到了我回报大家的时候了。这就是你的未婚夫陆远琛吧？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，他跟你很般配。阿琛他一直都很善良。我受到安心集团的委托，负责我们清水村建设的项目，合同呢，大家也都已经签了，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。我还要借助这个热闹的场合，要感谢一位特别重要的人。哎呦，远琛，看这架势是要求婚了吧？远琛呐，能娶到安妹子这么好的姑娘，你小子真有福。凤娟妹子啊，哎呦，你好福气呀！可以说，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。
她也是我陆远琛想要相伴一生的女人。安琛，哎呦，你哭什么呢？快上去，快！你愿意嫁给我吗，苏倩倩女士？倩倩，我能受到安心集团的赏识，成为我们清水村项目的负责人，离不开你在背后的努力。我爱你。都是些小事，不值得一提。陆远琛，你在干什么？哎，你还上去干什么呀？倩倩可是苏经理的女儿，论家世、身份、能力，哪一点不比你？你一个摆摊的孤儿，难道我儿子还真会娶你不成？你早就知道，所以你们一个个都搭伙骗我。哎，你话可别说这么难听啊！什么叫骗你？那都是你一厢情愿，想多了。我儿子能娶到什么样的老婆，那是他的本事。那你呢？你也是这么想的？我妈说的也没错呀，是我们之前是有过那么一段，可今时不同往日啊。我现在什么身份你也看见了，不是你这种没有见识的乡下女人能够攀得上的。身份？你什么身份？你当了官，把你自己当成什么了？你忘记你之前对我说过什么吗？你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，你会娶我的。行了，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就算硬逼我娶了你，我们也没有共同语言。只有倩倩这样有家世、有教养的姑娘，才懂我的不容易。哎，你这孩子，你咋这么没良心呢？你跟那忘恩负义的陈世美有什么两样？就是，真是白瞎了安妹子对你那么好，简直是丢我们清水村的人。你们怎么说话呢？什么陈世美，什么丢了你们的人？你们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要是换做你们儿子有这么好的机会，你们会让他娶一个摆摊的吗？就是，我这外甥可是安心集团指定负责人啊，是干大事的，有的是人帮扶他。说句难听的，要不是他跟苏倩倩搞在一起，咱们清水村有这么大的项目吗？哎，我说你们啊，这怎么放下碗就骂娘呢？就是。好了好了，我也不想把这件事闹得这么难堪，希望你还是成全我和倩倩。怎么会瞎了眼，看上了你？劝你小心一点，别步入后尘。步入后尘？你跟我有什么可比性？你不会以为阿琛他这么多年不碰你，是因为怜惜你吧？像你这种倒胃口的黄脸婆，他压根儿就没兴趣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已经怀了阿琛的孩子。你们还真是让我恶心！阿琛，他妈妈的宝宝。林安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？孩子和倩倩是无辜的，你不能因为你自己没有父母，就见不得别人家的幸福吧？住手！玉佩，孩子，没事。你怎么样？磕到哪了没有？哎呀，装什么？我就轻轻推一下，哪有这么严重？你给我闭嘴！妈啊，这老太婆谁呀？她不是咱们村。我也没见过这人呢。不过这老太婆一把年纪了，眼神犀利的很，看着我心里发毛。对不起啊，老太太，让你看笑话，是我来晚了。我要是能够早来一点找到你，找到我啊！真是我的孩子，奶奶终于找到你了，老夫人，
奶奶呀，陪着我家安安长大。奶奶对不起你，对不起，孩子。我要是早来，怎么能让你受这么多的苦呢？啊！奶奶，好孩子，咱不哭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这些欺负你的人，奶奶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陆远琛，我以为你是个好人，才提拔你当了项目的负责人，没想到你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！哎，你神经病吧娘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又不是总裁，还你提拔我儿子？我儿子可是安心集团的总裁安排的。你个臭老太婆，你以为你谁呀你？我什么都不是。看看，我就说我是安进集团的老总，站在我的面前，他也不敢跟我这么说话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！林安，你看看你这找的都是什么人？你知不知道，安心集团总裁一句话能决定多少人的生计？就连我爸也只能是勉强说上几句话而已。你，怕是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孩子，没事了，奶奶带你回家。林安，你不会真的信这个老太婆的鬼话吧？把嘴巴放干净！像你这样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凭什么这么说？至少奶奶还是真心护爱我，不像你心口废的东西。哎，你这算了，阿哲，别被他们浪费了时间，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差点忘了，改建别墅对大家都有好处，他俩为什么遮遮掩掩？陆远琛，你到底还瞒了我什么？都进来吧。老太婆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那你就给我看清楚了，就从他家开始，把这里全都给我拆了。你把这里拆了，你让大家伙住哪儿？这就不关你的事了，我们自有安排。林安，你干什么？对，你这合同有问题。这合同不对，这些都是转让条款。这什么对不对的？我们都把字签了。哎呀，什么签不签的？哎呀，你刚才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什么叫转让啊？是啊，那我们还能不能分到房子啊？陆远琛，你骗我一个人就算了，你连他们都骗，你对得起乡亲们的信任吗？什么骗的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不知道，安金集团下达的分明是改建条款，你欺上瞒下，是何居心？不是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难不成他真的是集团派下来的？哎呀，是什么事？安心集团怎么可能会派一个老太婆过来？可是这项目本来就是公开的，这老太婆肯定是听到什么风声。别担心，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。大外甥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不会真的骗我们吧？哎呦，怎么可能呢，大哥？咱们是一家人，骗谁还能骗你啊？哎，爸，这边出事了，你赶紧过来。好。乡亲们，大家听我说啊，这个合同它确实是转让条款，那是因为集团要把咱们清水村改造成别墅区，是吧？而且后续会给咱们分配安置房的，别着急。既然是集团争议，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签的是你陆远琛的名字？你这话说的，我儿子是安心集团安排的负责人，那不签他的名字，那可签你的呀？是，那个大家伙也不想想啊，人家那么大个集团，凭什么给你们盖别墅啊？
人家是要做生意、开集团的，又不是搞慈善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这单位上说的对，人家老板也要赚钱的，给咱们分这安置房，比咱们现在住的强多了，咱们已经赚了呀。咱们这些人哪能住得起别墅啊？就算不收钱，那光1个月的水电费那也不少钱呢。说的也是啊，咱最后只要有地方住就好。那咱就别跟着瞎起哄了。大牛说：“陈婶儿，乡亲们，你们不要信他，他就是自己想捞好处。”林安，我知道你被我甩了，心里不甘，就故意跟我对着干。但是你不能拿乡亲们当枪使啊！感情这种事啊，不能勉强。你有什么不满的，咱们可以私下说，是吧？你不能拿大家对你的信任就在这胡搅蛮缠。我当初是怎么眼瞎了看上你，让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人来骗我？切！我看你就是自己过得不好，你也见不得我们大家好。没要脸，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人。哎呀，你这心里不舒服，这婶儿知道。可是你不能这么自私嘛你。陈婶，你也这么想我？啊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人家远琛给我们这么好的福利，这要是耽误了，那可不光是你一个人，那把全村都耽误了。大牛说你也就是。做人不能这么自私。看见了吧，这就是人心所向，大家跟着我才会有好日子，没人会因为你放下好日子不过的。就是的，别耽误大家分房子了，你赶紧滚吧！啊，出去！我出去！出去！我出去！我出去！你们是非不分，听信小人，实属无知。奶奶，别生气了，我该说的也说了，该做的也做了，我问心无愧。你还在嘴硬，像你这种自私自利、见不得别人好的女人，得给你点教训！使不得呀，使不得呀，使不得呀！各位，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他耽误了咱们全村的好事，我们教训教训他，怎么了？我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啊，都听说了，现在盖的医院呀，将来盖好之后看病不要钱。安心集团过来是做好事的。再说了，安妹子什么时候骗过大家？你们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呀？好啊，你赵大海，他给你什么好处了啊？你这么向着他说话？赵大海，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全村人的大事，你可不敢胡说呀！对呀，我没胡说呀！啊，安妹子为人怎么样，清水村谁不知道？大牛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说。上次半夜你孙子发高烧，是不是安妹子骑着自行车把你俩送到镇医院，还给你们垫了医药费？还有你，去年你把腰扭了，躺在床上半个月下不了床。安妹子每天早上4、5点起来挑水喂猪，1日3餐给你端到床边，比你的女儿、儿子都孝顺，是不是？这些年村里哪家出了事？哪一次不是安妹子第一个出手帮衬的啊？你们这么对人家，就不怕良心不安吗？安妹子心善，不愿意揭你的老底，你当真有些事儿没人知道吗？够了，我偏要说。这些年来，安妹子把你真当家人，连你上学的费用都是她掏的。你之所以能当上队长，也是安妹子靠人情拉的票。你现在倒好，为了自己的前途，居然带着这个女的来，当着这么多的人来羞辱她，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说了这么多，我以为是多大的恩情，不过就是些鸡毛蒜皮的小恩小惠，搞得跟欠他几百万似的。就是我儿子现在干的，那可是惠及全村的大好事儿，还理不上这点恩情吗？他要真为我们好，就不该拦着我们。我们要的实实在在新房子。你们要是信他的，想清楚，想反悔了，不要新房子了。好，我现在就能把合同还给你们。你疯了，胡说什么呢？放心，心里有数。我要是见不得大家好，这些年何必又帮大家呢？我林安用信誉起誓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对，
现在把合同拿回来还来得及。怎么样？想好了吗？是要新房子，还是信这个林安的一句空话呀？安妹子，你的好咱都记得，可是这一码归一码，现在这么好的机会，要真是错过了，可能就是一辈子呀。他是帮过我们，可那就是举手之劳，现在是关乎大家一辈子的大事，我们总不能放着好日子不过，跟着他下山头吧。既然没人拿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。我不签，我相信安妹子。赵大海，你是不是傻了啊？放着这么好的房子不要，你家起什么哄啊你？难道你不想住亮堂的新房？赵大海，也不看看你多大岁数了，还在工地上面搬水泥。你就算把你这个老命搭进去，你也买不起一套新房。我也想住新房子，但我相信安妹子，更看不起你们这样欺负人。我虽然说穷，但我有手有脚，有一点累点，但我能赚钱。我是穷，但我有良心。故意跟我们对着干是吧？行，一会儿我爸可就来了，到时候你连工地的饭碗都保不住。大海叔啊，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你可得考虑考虑你老婆呀。我可是听说你老婆身子骨一直都不好，跟着你没过上一天的好日子。你现在要因为林安这几句话放弃好日子不过呀。到时候我跟项目组打声招呼，给你留一套1楼带院子的房子，这样他还能没事出去晒晒太阳。之后我再给你安排个保安当当，又轻松又能照顾你老婆，这不比你在工地里面搬砖强啊？啊！我不要。2年前，我老伴儿住院，我连手术费都拿不出来。幸亏有安妹子，如果不是她，我老伴儿可能就没了。安妹子，谢谢，我相信你。这房子我不要了。喂，姐，哎呀，没多大事，就是一帮刁民在这闹事儿。我已经到这儿了。你别太大，要是被那个林百川知道，咱们下了这么久的功夫，可就全白费了。姐，你放心，就是几个在村里边没见过世面的蠢货，我连他们还搞不定呢。你放心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我现在过去收拾他。赵大海，赵大海啊，赵大海，给你机会你都不招用啊！活该你跟你媳妇儿穷一辈子，就是这下贱的命，活该！都说患难见真情，这份情谊真难得，所以不能让坏人逍遥，好人寒心呐。大海叔，你放心，你这么信任我，定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我呸！你的信任有什么用啊？谁沾上你谁倒霉。我儿子离了你啊，马上就是苏家的乘龙快婿了。倩倩他爸呢，可是安心集团有头有脸的大人物，说不定到时候我儿子还能跟着他进安心集团做事儿呢。那是自然，只要事情办好了，到时候啊，我就让我爸提点两句，别说是入职了，就算是让他当个领导，那也是我爸一句话的事。倩倩，谢谢你对我的好，我是不会辜负你和苏叔叔对我的信任的。哎，就算之后进不了集团，什么当不了领导什么的也没关系，我不会忘记你们对我的好的。安心集团什么时候由你们苏家做主？今天我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话放到这儿，只要我老太婆还有一口气，你陆远生，你休想进安心集团的大门！谁这么大胆，敢在我苏荣海的地盘闹事？爸，爸，你总算来了。
小陆啊，我还真是高看你了啊！这什么一点破事儿都处理不好，还得让我亲自出马？不是苏叔叔，这件事本来就已经搞定了，都是因为他，都是因为林安这个杜甫，见不得我和倩倩好，就故意挑唆他们。哎呀，行，你们那点破事儿啊，自己解决。我现在就问你，有哪一户现在犟着宁死不摘？就是他，赵大海，他带领着大家说不签的。哎，对，就是他，亲家，他可是我们村出了名的穷光蛋，这一把年纪了，还在工地上讨生活，那老婆都快病死了，没钱看。这算事儿吗？啊！你把他给我开了，把他媳妇儿医保给我停了，我看他还有什么精力在这给我闹。爸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够啊，苏叔叔，还是你英明啊！赵大海，你听清楚了吧？可别怪我没给你机会。如果到时候真的没了工作，没了医保，一切可都晚了。你们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，老子就是王法！你们欺上瞒下，中饱私囊，就不怕安心集团知道吗？有本事你去告我呀！你好大的胆子！安心集团由林百川组建了巡视组，专门督查你们这些害虫。你以为你不说就没人知道吗？院主，光是别墅开发对清水村就已经是天大的福利了，你怎么还额外给村民们准备这么多礼物？老林董事生前说过，做生意不能只看利益，最重要的是人心。当年若不是叔叔阿姨的资助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报答他们。现在安安回来了，我一定要风风光光的接她回家。这人的气焰这么嚣张，不会真有什么身份吧？堂姐刚才警告过我，可不要出岔子。哎呀，这位老太太，您这个装扮气宇不凡呐！哎呀，爸，你跟他客气什么呀？她就是林安不知道从哪找来撑场子的老太婆。对呀，亲家，你不要理她，不过就是一个臭老太婆而已。哦，原来是在这儿假威风啊！啊，不过老太太，你这个信息倒挺灵通啊！啊，你还知道巡视组的事儿？不过你老在我面前提这个林百川，你以为我会怕你？你还想告发我？你去告，你有证据吗？哼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坏事做多了，早晚会被发现。你吓唬谁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就是林百川站在我面前，把我也怎么样不了。告诉你，我背后的靠山大得很。是吗？林总，王经理好大的胆子，我倒要看看谁是你背后最大的倚仗。不，我是开个玩笑，我是吓唬这些刁民。你说咱们集团已经给他们这么多福利，他们还不满足？村民。哎呀，你看我这嘴，我这满脑子装的都是咱们集团的项目的事儿，这都急糊涂了。奶奶，我来晚了。奶奶，她是安心集团的老夫人。这怎么可能？她要是老夫人的话，那林安岂不是？林安兄，百川哥，身份。你想起来了？想起来就好。安安，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。我不相信，他怎么可能是安心集团千金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她就是一个村妇，怎么可能是安心集团大小姐啊？怎么不可能？安小姐心这么好，值得最好的。你陆远琛想学那陈世美攀高枝儿，没想到吧？安小姐才是最高的枝儿。老天有眼呐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不是林安，如果你是安心集团千金的话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早点跟我弄，我就不会这个样子，那我就不……我还真是从来都没有看清过。
哎，那个之前的事儿我知道错了，我错了，都因为他，都是因为这个贱女人，她勾引我，她拿苏夏威胁我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陆远琛，说什么？哎，你这个贱人，我真是瞎了眼看上你！哎，你滚下去！孩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远琛，救救我的孩子！什么孩子？这孩子就不该有！你说什么？要不是你当初勾引我，老子现在就是安心集团的驸马爷，他死了正好。你是个疯女人啊，还敢打我儿子，还好意思收我红包？现在孩子已经没了，把钱还给我！我的好死！爸，你救救我！你给我闭嘴！你怀了他的孩子，到今天你才告诉我，你觉得我这张老脸丢的还不够吗？陆什么？带小姐去医院。哎呀，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现在名分我什么都不要了，我只要你安，你看你能不能原谅我？你为了撇清关系，把什么错都怪在一个女人身上，你还真是大男人，连自己未出世的孩子都可以抛弃，真是一点人性都没有。哎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打我，你只要能打我，你能原谅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哎，儿子，你这个人渣，打你都脏了安安的手。林安，你这个毒妇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呢你？安安，这件事情你看怎么处理？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这些人，我再也不想见到。但是今天大海叔他多次为我挺身而出，我真的小事情，小事情。放心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您帮了他，就是我的恩人，也是我们安氏集团的恩人。今天有恩的报恩，有仇的报仇。听说你老伴病重了，我在国内找了一家最好的医院，安排了最好的病房。有什么事情，您打这个电话，所有的费用我们安心集团承包。我替我老伴儿谢谢你的大恩大德。大海叔，别跪，您请。这是我为您准备的500万现金，谢谢您为安安出头。啥？500万？我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啊！这安心集团还真是有钱啊！500万，说给就给。这太多了，我不能收啊！大海叔，谢谢您，是您今天让我看到了您的真心。这些钱赶紧去给嫂子看病吧，麻烦送一下，谢谢。500万，那是我的500万呢！灵安，我们娘俩伺候你这么多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怎么这么狠心？你一点不念着我们的好啊！